如果你成日都水腫嘅話，跟住呢4個科學嘅驗證可以深度去水腫嘅方法咧，你聽日可能突然之間輪廓都清晰好多㗎喎。嗱，第一就係夜晚避免食太多碳水啊，因為糖原同埋水分結合嘅話，你瞓覺嗰陣時會堆積喺面部㗎。第二就係你瞓覺嗰陣時可以試下把個頭墊高少少，因為利用重力咧可以排走多餘嘅水分嘅。第三就係用呢啲刮痧板刺激淋巴嘅系統啊，佢可以幫助你嘅體液咧流翻去啲排毒嘅點。嗱，如果你想更加快有效嘅話咧，可以試用下光拉提，因為佢係結合咗滾輪同埋 EMS 嘅結構，效果更加快、更加有效嘅。嗱，如果你聽日就有重要嘅場合，例如我要約會啦，我要面試啦，尤其隻眼好水腫喎，咁你可以選擇試下用美眼儀喎，短時間之內做到冰敷去消腫，再加上射頻同 EMS 嘅話，即時去眼袋同埋眼紋緊緻啊。第五就係避免啲高鹽高鈉嘅食物啦，因為鈉會令水分滯留喺組織裏邊，但係唔出身體之外嘅。嗱，如果你對光拉提或者美眼儀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嚟到我哋官方網站了解多啲。嗱，PG 一直係深研美學嘅，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話咧，都記得 follow 我哋。